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爪鱼手工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叶罗丽精灵梦纸娃娃奇闹的变装秀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变装前的奇闹。两条长长的麻花辫，加上红色的校裙，戴上眼镜，穿上鞋子，真漂亮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变装后的奇闹。一头棕色的长发和一条红色的裙子，变装后的奇娜变得更加漂亮。小可爱们喜欢变装前还是变装后的奇娜呢？接下来就跟八爪鱼一起来绘制吧。While I don't